地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22章第39、第9节。旧约圣经创世纪22章第30到第9节。第3节，亚伯拉罕透早起来，被万如带伊的2个少年人，甲伊的囝以撒，也破烧一个柴，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伊的地。到第3日，亚伯拉罕夜幕远远看迄个所在。亚伯拉罕对伊的少年人讲：“你甲女仔踮遮听候，我甲囡仔去遐敬拜，就倒来恁遮。”亚伯拉罕将烧一个柴下伫伊的囝以撒的身上，家己的手摇火夹刀，对迄粒2人三角行。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：“爸啊！”伊讲：“我的囝，我伫遮。”伊讲：“你看，火甲柴拢有，总是烧一个样仔伫倒落。”亚伯拉罕讲：“我的囝，上帝会家己备办烧一个样仔，对迄粒2人三角行。”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，亚伯拉罕伫遐起坛，将柴摆好，把伊的囝以撒下伫坛里的柴顶以上。咱即时要请陈树林长老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教会复兴7件事。教会复兴7件事。弟兄平安，真欢喜倒来甲咱三角敬拜上帝，因为咱的教会有真特别的所在。咱若看到所插的花遮尔水，全台湾找无一间教会是安尼啦。会当插遮尔水的花。顶礼拜等敬啊牧师来，转去甲我讲电话，伊讲，甲咱教会有真济的潜力哦，有遐尔水的诗班，啊，遐尔整齐的组织，啊，佮有音乐的所在啦。伊讲油厂教会有诶，嘉南教会无啦。嘉南教会有诶，油厂教会无。我听了嘛真欢喜呢，因为嘉南教会是我诶母会啊吼，我即嘛囥伫嘉南教会，所以听了足欢喜。今日甲咱敬拜上帝是我诶愿望，因为敬拜上帝是祝福诶开始。举起祝福诶手，甲你前后边诶人讲：敬拜上帝是祝福诶开始。敬拜上帝是祝福的开始，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。伫即日，恁要欢喜快乐。甲你头前边后壁人讲来，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。伫即日，你要欢喜快乐。阿门。是咪甲弹簧刀？这3字我毋知要安怎讲吼。是咪甲弹簧刀的作者威克森吼？牧师伊伫1987年，将伊一手所创立的青年挑战团，甲伊放咧，家己一个人行入去纽约上界规矩上界歹、上界黑暗的所在，迄个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啊，搁再一遍入去拼命。迄个时阵已经50几岁啊。伊讲一句话讲。成长就是重新返来教会，复兴就是生命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嘉南教会复兴已经要开始啊！你知唔知？伤细声啦！感谢主。总是兄弟姊妹，我要问恁一句话：嘉南教会复兴要开始啊！你准备好啊未？甲你边仔前后人讲，你准备好啊未？你准备好啊？咱要复兴啊呢？咱要复兴啊！这毋是我咧讲诶，这是咱总会画出来考核哦。过来5年到2020年，
台湾教会要复兴，长老教会要大复兴，上细声。长老教会要复兴，尤其咱嘉南教会要复兴。感谢主。中国有一句古早话叫做“开门七件事，茶米油盐酱醋茶”。我今日要甲咱三甲来勉励，就是教会复兴七件事，嘛是茶米油盐酱醋茶。真歹读啦吼！总是这七件是咱人生的必用品。我今日毋是要甲咱讲民生的这用品啊，今日对透早起来，咱就足惊讲，毋知食着什物毒的油啊无？中昼咧食饭的时阵吼，讲这吼即间毋知迄个胡椒吼有含迄个碳酸镁、碳酸钙无咧吼？暗时咧食暗顿，咧食这宵夜的时阵，讲这吼生意遮尔好，总是伊有用二手油啊无？咱拢咧烦恼。我伊咧祈祷即个代志，讲这检测就是上帝，互咱即个时代的台湾人一个真严苛的刑法啦。真正是安尼，有钱无毋对，总是食袂着咱要爱的物件。有钱总是咱出去，咱毋知要买啥物好。弟兄们，今日虽然毋是要讲这民生的用品，我是借着茶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，要来看教会复兴必要的条件。圣经内面有提到这七项物件，总是无明明写出来，就是酱甲茶。茶、米、油、盐、醋拢有写着，所以咱要安怎好好来利用圣经内面所讲这话来勉励咱家己。对这礼拜开始，6月28、8月23，搁11月1摆，我今年会讲到盐这个所在，互咱对伫圣经所讲的茶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，来互咱家己复兴。互教会复兴，检查你捌听过，成长不一定带出复兴，总是复兴一定带出成长。现在台湾咱看到真个教会拢在成长啊，表面上明显会通看出来，总是有可能伊敢若是 ABC 型的成长。什么话叫做 ABC 型的成长？就是 A attendance 聚会人数增加。B building 建筑物起较悬起较大。C cash 落地啊800，银行存款800，这就是 ABC 型的成长。ABC 型的成长，毋是咱想象中迄款的灵命的复兴甲成长，真正是成长是无毋对，总是毋是真正的复兴。咱所期待看到的是真正的复兴甲成长。复兴的教会必须要坚决去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，领去普天的同路音。所以咱边仔若有空的位，咱一定要好好去招人来招店。第一场无啥物店，我嘛勉励咱兄弟姊妹爱去招啊，因为传福音是咱的使命，去普天的传福音是介重要。第二，伫教会内面都要接受大诫命，就是彼此相听。有人调查，真济看会到的成长，主要是伫转会的成长，对小教会转来到伫大教会。咱大家拢真羡慕较大的、较济人的迄款的教会，总是。咱搁爱较注重的是灵命扎实的复兴。安尼复兴对个人、对教会拢有真大利益，因为基督徒咧侍奉上帝，性命上介重要。若毋是注重内在的性命，会被
养甲操练，外在的服侍，早晚拢会消失啦。真正是安尼。有一个牧师叫做欧文吼，这个牧师伊捌讲复兴的火是用目屎点倒的。啊，目屎毋是水吗？是安怎？是用目屎点倒的呢？真正有影。因为诗篇126篇第5节、第6节，甲咱讲，流目屎夜静的要欢喜收割，迄个带种子流目屎出去的要欢欢喜喜带牛马转来。兄弟妹，咱今日要来看教会复兴所需要的茶是啥物？这个茶是有形的，嘛是无形的。茶就是祭坛。今日读到的圣经，阿伯拉罕伊准备好火甲茶。阿伯拉罕上帝爱献家己的独生囝，互伊。第22章第9节，阿伯拉罕无讲第二句话，伊伫透早起来，伊就准备好火甲茶，准备要到伫迄个山来奉献予上帝。第3节，咱来注意的2字叫做清早。清早起来，伊就破好，甲茶破好，什么话拢准备好，为着要敬拜上帝。这就是复兴的开始。基督徒每一个生活拢是咧敬拜上帝，毋是干那礼拜日来遮做礼拜，他是咧敬拜上帝。咱逐日的生活，对早起来开始，都是咧准备敬拜上帝。第5节嘛有甲咱讲到，讲阿伯拉罕将伊的塔盖，甲伊放伫迄个所在。第5节，伊的塔盖是啥物人？是伊的罗卜啦。阿伯拉罕伫行的时阵，伊就哪咧思考。假使我若要献我的囝以撒的时阵，即个罗卜吼，伫人情的顶面一定会来甲我阻止啊，会来甲我干涉。所以阿伯拉罕真巧，伊就甲即个罗卜放伫半山。留伫半山，伊甲伊的囝继续行，所以到尾咱看到的是以撒甲亚伯拉罕做伙行上山顶，将所有的阻碍甲放的，这就是复兴的精神。今日有真个是基督徒伫做代志的时阵，伫计划代志的时阵，常常袂记得甲上帝的时间分别做成。伫做计划的时阵，常常袂记得甲阻碍的物件甲伊放咧，所以今日我爱提醒咱大家，咱都会记得敬拜上帝，都爱甲阻碍你的物件放咧，甲阻碍咱对上帝的服侍的物件放咧。伫咱中间有兄弟姊妹。会是大人，我细汉就捌咯。当伊咧教会伫建堂的时阵，这老丁就讲伊要献2万块，啊，迄是足早的代志。民国40几年前的代志，民国40年的代志。伊要献2万块，但是当伊到伫长老娘听来讲，伊要献2万块尔，迄个时阵2万块是足大咧，买一间厝你就知唔知？哦，要献2万块哦，长老娘开始查啦，都开始查，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讲你正手所做，毋通互啥物人知影？倒手，检菜就是咧讲这啦。当知影的时阵，迄个阻碍就来啊，对毋对？就开始在火啊，家庭都袂和平啊。总是这个长老真坚决，伊奉献2万块。去建立教会，去建设教会。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，保罗勉励咱都要献家己，要献上出去，是活者，是我的，是献给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活者就是讲，咱的性命要伫咧啦；是献给就是讲，咱要有分别啦，咱要分别做成，家己分别做成，因为。若无献给，人袂当见到上帝。第二个，
人若无圣洁，袂通安怎？袂通成做贵重的器具。伫《提摩太后书》第2章，甲咱讲这个代志。所以咱必须爱分别圣，分别出来，自洁，家己爱圣洁，互咱伫上帝面前，真正是真做伊所欢喜的。咱有圣洁，除了安尼以外，第20节佫甲咱讲啥？第20节讲，毋通甲这世间共款，都爱心意换心变化，互恁会通查验，什么会是上帝善良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？要安怎知影？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？我相信咱常常咧想讲，啊，我安尼做，毋知是毋是上帝的旨意？兄弟姐妹，一个必须爱做的，就是你爱互圣神充满。人若无互圣神充满，要安怎更新？因为圣神充满伫咱的心内时，咱开始会更新，会变化。相时，咱会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善良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保罗伫罗马书12章第1节、第2节，甲咱讲的，就是咱爱有决心啦，咱爱甲世界有分别，就是咱爱准备好咱的茶，建立家己的祭坛。第二，爱互圣神来充满，这就是复兴的要素，是复兴的第一步。有人捌问过加拿大民众教会的老牧师史密斯，这个老牧师，伊讲要怎样才会通互教会复兴？史密斯老牧师伊安想一个，伊随回答讲，每一个基督徒伫为家己用钱以前，先为着上帝国做一点仔投资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伫家己用钱的大先为着上帝国做一点仔投资。你要买厝，我相信上帝祝福你，先为上帝国做一点仔投资。你要买车，我相信上帝祝福你，大先为上帝国做所有投资。你要买一件衫，买一件新衫，买新被的，会记得咯？大先为着上帝国做一点仔投资，好毋好啊？嘿嘿，敢若无啥决心呢？毋甘呢？好毋好？还无够，好毋好？感谢主，愿上帝祝福恁。甲头前边的人讲，大先为上帝国做投资，来，大先为上帝国做投资。咱来记得这点，我相信复兴要对你开始啊。第二个讲，祭坛的火毋通花去。利未记第6章12节13节是上帝命令摩西，都要将祭坛的茶定保持，袂使花去哦。因为随时拢准备要献祭，准备好你的茶，就是为着要献祭，这是上界重要的。所以你的祭坛火袂使花去啊，花去要搁点倒，真恶啦，真恶。所以这就是咱咧讲，咱咧注意咧讲，一日掠鱼，3日咧晒网，1天打鱼，3天晒网。咱袂使有这款的思想，就是逐工拢准备要掠鱼。彼得、约翰因，你看因伫咧休困的时阵，这个雅各甲约翰伊咧创啥？讲伫船顶咧捕网啊，咧捕网。兄弟姊妹，常常准备好势。互上帝马上要用你的时阵，你就会通互伊用。要献的祭是什么货？包括赎罪祭、赎恩祭、烧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你拢爱献伫坛顶，献伫你逐日的坛顶。祭坛顶的火毋通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逐工逐日，你拢爱透早起来，对清早起来开始，就爱吟诗、读圣经、祈祷。灵修、默想上帝的话，伫听讲道的时阵，会记得你爱带着12家的笔记簿啊，
将重要话家己记起来。这是咱逐工爱现的这，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有伫你的家庭建立你的戒断无？所有的，包括清早起来，都爱学到上帝，读圣经、祈祷、灵修、默想上帝的话，佮爱准备一本12家的笔记簿。咱中间有兄弟真好哦，这讲道伊就开始咧笔记啊，留起来，因为这是你行12家路的时阵。介重要的，提醒你家己的，互你的灵命一直长进，一直长进。你无论伫你的职场、伫教会、伫任何的生活的中间，拢会通服侍上帝、服侍人，会通应神益人啊，容神益人。火毋通互伊火气，来准备插，一直加添入去，一直加添起哩。对透早开始，都爱一直加添，毋通互伊火气。爱将一切脱碍，甲伊摕掉，甲伊刷开，甲伊迄角，来建立你的戒断。建立戒断必须爱谨慎啊！你都爱献圣火，毋通献欢火、平凡的火啦。要奉献，要献上圣火，不要献上凡火。爱献圣的火。爱献圣火，毋通献欢火。甲你前后边的人讲，都爱献圣火，毋通献欢火来；都爱献圣火，毋通献欢火。圣火是献给的动机，只有为着耶稣基督来做，是回应上帝恩典的服侍。欢火是带着无纯正的动机，无正的动机，是。私心的是有目的来做，像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3节、第5节、第16节所讲的，讲有个人，伊伫遐咧真济人是为着要得到娱乐，伊讲啊，无采伊咧真济啦，是要互人。有个人，伊咧禁食祈祷，是要互人看见，无采啊。耶稣讲，因已经得到因的保障，总是对上帝迄个要来迄个保障无临到伫因，这是上界可惜的。咱若献圣火的时阵，上帝伫暗中要赏赐咱的是非常的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都要常常反省咱的服侍心态，咱所献的一定要注意是圣火，毋是欢火，所以。迄日戒断的火，袂使互火气。香港有一个组织叫做亚洲贵族协会，有一个老牧师啊，因拢伫即个城市中间出入中国大陆，伫迄个所在咧走。60外岁啊，60外岁，还要带少年的牧师、传道人、宣教师，20-30个。伫遐出入，有人甲伊讲，牧师，你60外岁，这都互少年去做就好啊。伊讲袂使，这段火袂使花去啊。我亲自爱做大先去做，所以伊亲自伫遐出入。从尼泊尔大地东，兄弟姊妹，尼泊尔是释迦牟尼的起来的所在呢，但是。有真侪教会，包括伫高雄的武昌教会，包括有台北的淡江教会，迄拢毋是咱长老会，因伫遐设神学院，因伫遐咧祈祷，因超过伫即个释迦牟尼的伫遐起来的所在，设一个上帝的祭坛，上帝开始在发威啊！大地动，互遮个拢倒坏啊！互遮个拢倒坏。阮看到的咱是讲，阮的同工拢平安啊，感谢主。上帝的复兴开始，伫逐个所在伫复兴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爱互这段火袂使花去。80岁的吴天宝牧师，咱拢知啦，去泰国开拓南崁的迄间教会。已经一先开拓一个教会，
吴天宝牧师是阮的模样。80岁的约翰卫斯理牧师，一生无结婚，总是伊80岁讲煞最后一场的讲道，坐伫公园伫休困的时阵，伊的教会拢是伫公园较济啦，伫讲道较济。坐咧休困的时阵，伊过身，这就是阮的愿望。一世人，这段火袂使互花去哦，兄弟姊妹，若互花去，要搁点倒是真困难的。第三个是抽出来的一支茶，咱中文讲鼎底，釜底抽薪，鼎底抽一支茶出来。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，大家讲这个代志。伫遐天使甲撒迦利亚讲，伊伫遐看到什么人？大祭司约书亚，迄个时阵的大祭司，打转来因的国家的大祭司，为着要起上帝圣殿的大祭司，约书亚伫遐要服侍的时阵，魔鬼来伫上帝面头前，伫遐咧扰乱。魔鬼的名叫做控告者、白贼者，伊伫遐咧控告。讲啊，上帝啊，这个约书亚吼满身污秽，你看伊的衫外拉送，啊，这款人敢会堪比来服侍你？上帝甲伊讲啥？讲撒旦妖化责备你。第2节，第2节，妖化责备你，就是竞选耶路撒冷的妖化责备你。这不是对火中抽出来的一支茶吗？兄弟姊妹。大祭司是火中抽出来一支茶，所以第3节佫继续讲，叫使者甲约书亚的真正的无穿去外衫拢脱起来，甲伊换一领新的衫互伊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愿意做这支茶，同款，上帝嘛要甲咱污秽的外衫脱掉，要重新来用咱。互咱无入伫毁灭的中间，反倒对毁灭中间受救出来，准备要做较大的路用，因为上帝欢喜用约书亚，上帝嘛欢喜用咱大家啦。兄弟姊妹，甲边仔前后人讲，上帝欢喜要用你，上帝欢喜要用你，阿免。我愿咱大家拢欢喜，互上帝来用。当上帝在用咱的时阵，伫咱的身躯要兴起7种的火热。第一个火热就是东行的火热，记载伫路加24章32节。咱看革流巴甲伊的迄个谈判，因的梦破碎，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，阁有人讲耶稣割我。这2个学生因要转去的时阵，因伫遐讨论所经过的代志。耶稣来东行，耶稣来东行，互因有东行的火热，甲因说明，点到因心内迄个火，成就人生的美梦。所以，咱若对圣经看，约帕、沙伦啊，这个所在的教会，我相信，都是因2个去遐建立的。所以彼得后来到约帕。到伫沙伦迄个所在，迄个大米带就是羚羊，刀家，互伊起来。这片西边的所在，就是因2个去建立起来。伫咱人生中间，咱的爱会记住，常常邀请耶稣甲咱同行。我相信耶稣若甲咱同行的时阵，迄个火热。一定袂断啊！第2是真道的火热，伫使徒行传第18章25节。敢若知影行洗的约翰会洗的阿波罗，伊听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以后，开始火热来传福音、来宣讲、来教导，真正是有宣扬真道的火热。咱的教会还袂坐定啊！2场的礼拜还袂坐定，咱有即款的火热，咱需要即款的火热，甲耶稣的道理
宣扬，互咱的朋友、互咱的亲人知影。毋是干那讲，我去布置的窗帘挂伫厝，咱有实际行动出来。即摆你爱有实际行动出来。第三是服侍的火热，伫罗马书第12章11节，保罗勉励信徒爱有服侍主，爱温困，毋通变淡，常常用火热的心来服侍主的人，是受到祝福的。怎样才会通保持一粒火热服侍主的心呢？就是你常常爱去回想，爱去想，我是怎样去拄着上帝？即摆检查你一生也未拄着上帝，没有遇见神啊，无经历上帝，没有经历神，真可惜。你必须爱经历上帝，你必须爱拄着上帝，你必须爱互圣神充满。虽然你是抽出来一支叉。总是你爱常常献上你的感恩，怀一粒感恩的心，服侍的火就袂灭去。第四是火解的火热。哥林多后书7章11节，哥林多的信徒为着罪，伫遐咧懊恼自责的火解，热心火解啊！圣经讲热心火解，因为常常放一粒火解的心。会互家己过圣洁的生活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就成做贵重的器具，会互上帝家己使用。所以，咱爱有火解的火热。第五个是爱有信心的火热，信心是会传染的，会感染的。一个兄弟的信心火热，会通感染整个教会。兄弟姊妹的信心拢火热起来。我伫南部的武昌教会一个兄弟，伊来信主2-3年啊，爱真接受。伊是咧送这真济这食品的煮食吼，咧料理的店这食物哦，拢准迄拢即马有一款食品的公司。甲逐项的物件拢准备较好势，就送去。像讲咱讲千叶火锅，迄伊拢爱送一份一份，伊拢准备就送去安尼。这兄弟因为来信主，所表现的是非常的热诚啊，信心非常好，所以伊礼拜日伊拢一定天困，无要去做生意。伊的头家吼，甲伊讲，无咩人，你若无礼拜日若无休困吼。你礼拜日若无要做生意吼，要甲你辞掉。伊讲袂要紧啦，老板，你甲我辞掉袂要紧，我一定爱去礼拜。伊信心就是安尼啊。结果哦，真正迄个老板甲伊辞掉，辞掉了吼，生意安尼，迄间公司吼，因老板的生意安一落到差不多剩2/3。老板就去调查咧，讲是安怎恁即马拢无爱卖恁这来咧送物件咯，较早迄个少年的吼，迄人迄热诚啦，讲话啦，迄非常会感动人。哇！伊老板吼无法度咧，伊吼伊无去找头路啦，伊另外要找头，但是还未找到的时阵，无偌久老板就来啊，讲无咩人，你搁倒转来啦，伊讲。头家倒转来，我的条件就是礼拜日拢爱休困，我要去礼拜。即款的信心哦。头家讲，袂要紧啦，你去礼拜啦，我去甲你加薪加15,000啦。这个代志伫武昌教会传开，大家人开始咧学啊呢，礼拜日爱去礼拜，礼拜日无要做工课。大家拢有这款的信心啦，即摆，互信心火热起来，期待你的信心会当火热起来，要影响其他的人。第6个是奉献的火热，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2节，菲律宾的教会奉献袂歹哦，总是哥林多教会的奉献搁较火热，因为安尼所以激励足侪人
为着教会的事工热心的奉献。我定看到咱的周末，咱的奉献目标偌济，我实在是真不爱看到这野啦。咱准备要有偌济人，上帝圣神的感动是无限量的，咱的目标是无限量的，唔通去家己设定伫遐，唔通讲咱的教会当时要到700人哦，咱免去设这个限定。咱的教会无偌久，就要超过1000人，咱定定都安尼祈祷啊，因为这是复兴的火力岛啊。咱的教会奉献，唔是讲1400万啊。咱的教会要超过2500万，你知唔知？兄弟姊妹，恁有这款信心无？请你伫要用钱以前，为着上帝国做投资，无偌久，咱的教会就会足济人啊，真正足济人，奉献的火要倒起来。家里祈祷院，咱拢知嘛吼，有足人去过。家里祈祷院，当坤生牧师伫遐伫筹备的时阵，筹备到尾是足无爱做的呢。讲安怎去甲总会讲，哎哟，欠5000万呢，啊这5000万要对来，顶了到位吹甲，阁是吹啊，但是5000万都吹袂出来。有一日，一个外教派的姊妹哦，啊去安尼吼，啊当坤生牧师安伫迄个讲道煞，啊就讲啊，请为着阮的所欠的5000万来祈祷。这个姊妹是有感动的，伊来讲，当牧师。啊，拢总敢若欠5000万吼，欠5000万尔哦，欠5000万尔呢，你听看下，伊讲安尼，我改一个奉献啊，5000万就按奉献落，你知毋知？上帝有祝福无？祝福。因囝是读逢甲大学的土木系，甲因囝讲，迄落家己伫祈祷院吼，真欠钱。啊！我已经奉献5000万，总是咯，因为迄个水路啦，遐个计划吼，拢还袂好势。你听妈妈的话，去甲因设计一下。你土木系嘛，对毋对？哦，啊，这个囝吼嘛真顺服呢。啊，听老母的话，就去家己伫祈祷院哦。你看，即摆遐个水路吼，拢设计啊足好势，所以伊袂淹水啊，水拢伊设到足好势。土木系毕业的嘛，啊，伫遐哦，休困就去，迄种以后咧。读大学4年啊，休困就去创，做者无偌久吼，拢设计好啊，啊，就交互即个当坤生牧师，然后伊甲因妈讲妈，我无爱去食头路，我要来读新人院啊。因囡仔嘛家己奉献呢，奉献的火热会影响的，兄弟姊妹，请咱会去做。你伫开钱用钱的大省，请你为着上帝国投资是出啊钱。我无讲足济啦，我无讲5000万啦，咱5000万会当领对毋对？但是我敢若要求咱投资是出啊好。在南实人院，即马即个实人院伫咧起以前，伫东门的所在买迄块土地，要搁起教室。迄个时阵是大概清朝的当结束无偌久，咱台湾要得用迄个银票啦吼，即张银票大概需要30万两银啊。美德里牧师迄阵来吼，咱邱垂顺捌去找过，英国捌去找过美德里牧师。美德里牧师，阮17、8月捌听伊讲道，像咱就讲，咱来奉献咯，咱来安怎？美德里牧师甲阮教导是讲，你若无要专心奉献，请你毋通吟出来哦。哦，我专所有奉献，啊，你若无专所有要奉献，你毋通吟出来，这是美德里牧师的教育呢。阮迄阵哦，若吟到遐时，我拢无声，全个会堂拢无声，因为无一人敢吟嘛。即卖精神，迄就是精神，长老教会精神。美德里牧师伊。为着台南市人试过去提钱，听讲屏东万丹有一个足好业的长老，爱着吼，坐到伫屏东去吼，啊，请牧师讲啊来找即个长老来奉献啊，他就去啊。哦啊，到迄个长老的迄个参访的时阵，哦，一片拢是因兜的呢。啊，长老吼出来赢钱，啊，就吼。
沿路行，沿路骂啊！啊，即摆还未12点，恁是咧休困啥？哦，哎，当工拢伫遐咧休困啊！哦，你是安怎？哦，袂使变怎？去做工会？哦，啊，这美牧师听一个讲，哇，这遮严格的人吼，要奉献偌济？啊，今日因兜较早电火还未普遍，对毋对？拢用5个电球啊，还去5个电球啊！啊，厝里拢点迄个油灯吼，古早油灯。我细汉时，我等于阮阿公遐嘛，拢点油灯啊。我行入去个甲遐迄个女婢讲，啊，迄灯芯是安怎无加较短咧？咱知灯芯吼，伤长烧了足紧，对毋对？灯芯拢无加较短咧，问伫遐边段加较短。哦，啊，这美牧师听了讲，哇，遮尔欠的人吼，要奉献偌济？啊，无偌久呢，美牧师是安尼透中头来是行啊喙焦啦。哦，啊，牧师迄长老吼就泡茶出来啊。咱遮泡茶拢细枵啊，细枵嘛，对毋对？哎呦，遮细枵，啊嘛较大杯咧，吼，这啉袂，这爱止渴，吼，啊，你讲哦，啊，看遮苦，吼，毋捌啉过，就讲看遮苦安尼。啊，就想讲哇，这长老要奉献偌济，哎，敢若无啥望安尼吼。牧师人坐落就讲，无免长老，啊，今日吼是为着即个新南院的。你着买土地，甲伊的建议吼，要来甲你提一寡钱啦，哦，啊，伊讲拢总是偌济，伊讲拢总都差不多30万两银啦，啊，看长老你会当奉献偌济啦？迄牧师就安尼讲，哦啊，美牧师吼，英国人安尼讲迄个单位吼，是迄个时阵还无啥标准，啊，请你为着上帝国做一撮投资啦，人伊个银票摕出来吼，随写呢。哦，无两句话，啊写了吼，啊，这牧师就摕互美牧师，啊美牧师看者吼，险啊昏倒去，写偌济，毋是5两银，嘛毋是500两，2万两银啊，2万两银，遐你想卖？奉献的火热，你听了知哟。你投资伫天国偌济啊？请你搁家己问一摆，我投资伫天国有偌济？第7种叫做温顺的火热，伫天王台好书第章第6节，温顺会旺起来，是着爱借着逐工甲圣神有沟通，才做会到的。因为圣神的油会流去，圣神的油会蒸发，所以咱逐工拢爱求圣神来充满。逐工有圣神的温顺来帮助咱，先帮咱是你家己啦，然后他帮助着别人，上帝得到荣耀，教会得到兴旺。2005年我去韩国，圣神充满以后。我少年时阵，我委托阮的家族、我的老爸，叫先天性的观察方式。啊，所以问阮师母就知影，我少年啊，到迄天气咧变天的时阵，2只手就敢若长期共款安尼，足艰苦的，暗时拢袂困觉。圣神充满以后，一天一天医治，因为圣神是更新的神啊，一天一天医治，1999年，我的手拍乒乓摔断去。咱的教会有过来长老，拢知影。像文吉长老就去甲我谈，拢知影。我去做谢米罗的时阵，我的手，谢米罗要伫伫丽峰遐因隔壁迄间书庄咧写，你若去看我的迄落就知影。看我伊做讲，哎呀，建上你的手减9公分，减3寸啊！我毋知伊3寸是台湾寸，还是英寸啊？我喺书庄写，哦，对影有嘛吼？恁隔壁一间时装社，结果我2006年对韩国转来，我透早在祈祷的时阵，上帝稳定落来啊！这个手烧2摆，烧甲非常的痛。后来我问阮小弟较有经验，牧师讲：你的手是有医治啊啦？啊，你手伸出来，我手伸出来变长呢，我变长呢。啊，无人拍破啊！
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啊！2年来，这2年我去检查米神肝炎，30岁时我就检查到米神肝炎。去年、前年我2遍检查，去营总检查，去一间细间病院检查，拢伫遐显示讲，你米神肝炎哪无去啊？医生迄同意思甲讲，哇，这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咱他都要寇尔书嘛讲，在人所不能，在上帝怎么样？凡事都能。阿门。真正无去啊！遐是什么？伫上帝看起来，这拢简单代志啊，拢简单代志。所以你都要有信心充满，你若有信心充满的时阵，大先得到利益是你啦，后来是别人。基督徒投这个生活就是安尼起来，准备要互上帝使用。虽然你现在，请你毋通看见家己，敢若亲像鼎底抽出来迄支茶，总是上帝要准备要用你啊！上帝要互你亲像约书亚共款，穿水的衫，滴免流，束缚你的服侍。香港东福会的一个何牧师，伊伫2000年的时阵，伊去阿根廷阿根廷啊，伫遐咧受圣神的充满。啊，伊伫香港伊嘛捌教过新人院啦，甲陈景也牧师共款啦。陈景牧师受圣神充满的代志吼，我知影足清楚啦。啊，我莫讲伊啦吼，我讲即个何志迪牧师，讲出来敢若对伊较歹势，互伊家己来咱教会搁再讲啦吼。何志迪牧师吼，伊去的时阵，伊的教会大概是冲甲伊拢总无法度啊，对200冲到400冲到700，啊，就停伫遐，停了。所以我爱听讲吼，圣神充满会互人会教会有兴旺起来。爱去阿根廷的时阵，阿根廷伫1970年代，一礼拜中间，圣神会充满，互600万人悔改信主，迄是非常大的代志呢。到现在，阿根廷吼，圣神的工作也未煞。伫2012年，安卡罗来，阮有机会伫南部去甲伊同工。长老教会牧师，长老教会长老，心内有鬼的有病，你问讲牧师都无鬼呢，心内嘛有鬼呢。伫遐吼叽叫，就安尼掠出去，去遐搭赶，现是嘛大复兴啊！伊讲阿根廷有遮尔好的牧师要去遐复兴，所以就安怎，伊就去啊。牧师咧讲圣神，伊讲圣神，我伫是人咧教的啊。哦，咧讲圣神充满，圣神充满我知影啦。现是嘛，无互圣神充满过，拢毋知影啦。免骗人，骗袂掉。我知影，我咧教的，我捌啦。哦，总是安怎？伊第一暗就伫遐看讲哦，牧师吼，一个老牧师伫顶面讲，恁因为在场的拢是牧师同到遮，恁要有圣神充满，请恁起来台顶，有3个吼较勇敢的呢，拢足大块，一个拢超300磅以上吼，150公斤左右吼，去。伊讲你要有圣神充满，伊讲是。圣神互你，伊手敢若一个尔，圣神互你，变者随倒去。我还佫有较奇异的代志，以后若有代志有时间会佫甲咱分享。圣神互咱切度袂掉。哇，后边就甲扶了，何牧师伫下骹讲，他有即款的圣神充满。第二牧师过来，第二300磅的又佫行过来，伊讲你要有圣神充满，讲爱。伊讲好，圣神互你，手嘛是干那一个尔，嘣，迄个嘛倒落。第3个嘛共款，拢倒落。哇，迄3个人吼，过来就伫遐，互圣神充满，哇，讲袂煞啦。第2暗
这个何牧师想，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呢，换一个牧师去，迄个牧师佫较矮，佫较老。伊讲恁爱有圣神充满，请恁举手。何牧师讲，你讲笑话，阮对香港来就是要有圣神充满，你举手呢吼。举手了，因为迄是伫体育馆啊，伊讲好，我要求圣神，甲恁充满。都像伫约翰福音，耶稣安怎对学生分一个开哦，伊敢若对这麦克安尼，分一个开。何治理何牧师哦，伊讲何牧师伊是小可溜头顶啦吼，这边仔头毛较长啦，这头毛安尼削起来，安尼飞起来，甲落落。伊讲紧看，我是毋是坐伫风口啦吼？讲冷气机的风口，风甲我飞起来，总是安怎？无咧。迄种平静，冷气机足悬啊！迄个牧师佫较大声问讲：恁要来互圣神充满，请恁举手。伊佫第二遍佫举手。迄时阵全场吼，大概5000外个，大概看到拢是手啊。迄个牧师共款伫麦克佫分一个开，伊个头毛佫安尼，平头拄佫较悬，佫落落来。开始哦，你问计是我咧讲仙姑呢？这何治理牧师真正拄着代志呢。伊讲啊，种欢喜，开始全场都许圣神充满。遐个举手的吼，足济咧，开始噗跳啊，对头跳到尾，拢在学了，拢在讲方言，拢在讲灵语。这还无准算啊，这是刚开始呢。人等去香港吼，伊个教会即卖是4700外个人呢。即卖圣神充满，咱毋捌的代志也足济，真正足济。阮所看见、所听到的足济，互你感觉足奇妙。圣神是袂当测度一个啦，伊开力你怎样，互你毋知测度。这何牧师等于到香港开始，教会大复兴，到现在你看伊足有开力咯，定定嘛看到伊个文章。一开始，伊教会，伊标啊，700伊起来，2000、3000、4000，我讲4000，迄是4700人，迄是2010年的代志啦。即摆经过5年，可能已经超过5000，也无一定啦。即摆圣神充满，无互圣神充满的人，要安怎教导圣神？要安怎亲像哥林多后书第2章11节到15节讲，将属灵的事甲属灵的人讲，要安怎？即摆咱爱去想这个话，尤其做牧者爱好好想这个话。最后一个查，太济查，就是将武器做柴烧，无路用的拢都爱做柴烧掉。以西结39章第9节。底下有写讲，迄个时阵，以色列大家城的百姓拢要出来，将武器做柴烧，就是大大细细的金牌、金钱、枪，拢都爱做柴烧掉，足足有7年的时间。读到这个时阵，心内是足喜乐，因为只有一段真长和平的时间。总是和平的时间，是对什么回来？来对金牌烧掉啊！伫咱教会中间，毋知有即款的人无？请你，有真的人伫教会拄着伤害啦，我知影。所以伊来到教会吼，伊拢会安尼先封闭家己，保护自己啦吼。就是用盾牌伫遐保护自己，用枪、用剑、用钱，剑甲钱拢是即个长距离的武器，是攻击的武器，有真济。信徒爱注意，伫人的后面诽谤人、攻击人，即个柴拢爱烧掉，拢总爱烧掉，无好的拢爱烧掉。当咱将这无好的烧掉的时阵，和平要伫咱的中间，咱的教会要成做和睦的教会，要成做复兴的教会。你本身嘛要成做一个复兴的人。另外，保罗伫以弗所第4章3-13节，伊有安尼劝勉。讲倒爱除去一切恶毒，亲像苦毒，就是长期的怨愤，拒绝好好的意念，
拢爱除去。恼怒就是你一时的意气用事，拢爱家己除掉。愤怒是你已经成做习惯，迄款歹脾气的发泄，你拢爱家己除掉。诽谤、侮辱人的言语、无赦免人的，拢都爱收掉。即款的差叫做无路用的差啦，拢都爱收掉。因想下，你的心内有即款的差无？请你会记紧，最后爱收掉。你若将这物件收掉的时阵，你个人要达成这个复兴，然后教会嘛要复兴。头拄仔咱有讲到欧文牧师所讲的，讲复兴的火是用目屎点倒的。诗篇126篇第6节，伫遐甲咱讲流目屎出去夜情的，要欢欢喜喜收仇报倒转来。复兴的火必须爱付出代价，毋是干那讲我有负担，我有呼召，我有意向就会使，毋是干那安尼。是在用性命去付出你的行动做代价。耶稣伫马太25章29节鼓励咱讲，既然有诶，要搁加添互伊有剩；若无诶，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入来。伫古早捌有一个秀才啊，拢看无起遮个无读册诶人，逐日伫遐学，拢攻击啦，毋想批评啦，这无读册人。一个樵夫啦，伫山顶咧彻查落来。有一工拄着迄个秀才，这个秀才讲秀才你真够做事吼，我做一句上联，互你去对下联啦伊讲什么联？伊讲：此木为茶山山出，此木为材山山出。此木 PPT， 搁落迄张，此木就是茶嘛，山山就是出嘛。哇！这个秀才对年轻对甲年老对拢袂出来，头毛拢白啊。伊个孙仔甲伊问讲：阿公你是安怎头毛最近拢一直白去？讲哇，遐济年啊咧，我对拢袂出来。有一工看到人咧烧火啊，烧这草啊，看到哇，迄烟阁遐济哦。迄个时阵拄仔是黄昏，阵对出迄个联叫做“因火成烟，细细多”啦。因火就是烟嘛，细细就是济嘛。即摆我要借着这个对联来呼吁咱大家，恁就是大山小山的茶，将恁的茶准备好，因为上帝要使用啊，并且请你逐工都要将这个茶放伫祭坛顶面，毋通互你的祭坛火化去，互烧伫祭坛的这个烟，日日加添出来。世界救世军的创始人，这个卜威廉，伊要死的时阵，伫伊的眠床边啊，徛伊训练出来的将军啊。伫遐的时阵，逐个将军安尼问讲，这个创世日卜威廉到底你要甲阮做什么款的威严？你的遗言是什么？足久等足久，拢惊讲卜威廉拢断气去，拢无讲话啊。卜威廉要过身以前，足大声发讲：会火啦，山火啦，会了，开始会了，会火啦，话两声开就断啊。安尼即摆，咱的教会要复兴，请咱三甲来会火，甲你边的人讲，头前人讲，咱来会火吧。迦南教会要复兴，对我开始，咱家己来讲来。迦南教会要复兴，对我开始，请咱做伙来会火，复兴的火一直倒落去。阿免。愿上帝祝福你一生复兴无煞。咱阿头来祈祷。即摆，伫你的心内若有即款的决心，
我望你通对上帝来立志。伫你要开钱用钱以前，你要为着上帝国来做小投资。若有即款的人，请你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前。要起来参加会会人，要做伙来会会，要互迦南教会复兴的兄弟姊妹，请你共款用拳头母的方式放伫你的胸前。兄弟姊妹，咱要互复兴的会倒起来，咱需要为着上帝国来投资，咱需要三甲来会会。感谢主。上帝有看到恁的立志，伫伊的面前，我相信上帝要使用恁，要复兴恁，要成做迦南教会复兴，要成做长老教会复兴。感谢主，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极大。伫阮的一生的中间，阮常常失敬信。直到主你的圣会，互阮感觉真失望。总是主你伫逐时代有显出你的旨意。当阮的总会咧讲复兴要开始的时阵，阮犹原要来回应这个复兴。阮迦南教会要大声来回应这个复兴。主你有看到阮兄弟姊妹的立志，伫因的心底。甘愿要开钱的时阵，大声为了上帝国来做投资。天父上帝，你已经看见因的立志，求主大大赐福这款的人。主，阮甲人教要复兴，阮家己要先投入，要做伙来会会，要互这段的会永远袂花伫阮甲南教会。哈利路亚！主，你有看到阮兄弟姊妹的决心，因的立志。天父上帝，罗伯要恳求你大大赐福伫这款的兄弟姊妹顶面。感谢主，我的主，恳求天父上帝继续来带领迦南教会，恳求圣神的火伫迦南教会继续倒落去，互阮复兴的火开始点到就无停煞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我的主，恳求圣神加添阮的开力。罗伯伫做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袂堪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